我们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我跟各位大家介绍，佛陀告诉我们，阿弥陀的阿日是十方三世佛。原来这个阿日代表的是十方法界、此世界、他方世界，无量无边的世界，这叫做十方三世佛。过去的佛、现在的佛、未来还没成佛的佛，都是包括在这个阿日里头啊。所以你念了阿日，那所有的佛你都念到了，全部都念到了。所以你看这个多有意义啊！一般不了解的人啊，有时候心里没有踏实感。哎呀，我念这样，我之前念的是什么佛什么佛，哎，我现在没有念，是不是有亏欠啊？是不是会对不起啊？佛陀就告诉你，阿日是十方三世佛啊，全部包括了，全部包括。密日是一切诸菩萨，所有一切的菩萨都在这个密日里面啦。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地藏王菩萨，全部都在这个密日里面哦。所以你念这个日，就已经全部包含在里头，一个都不缺漏。陀日是8万诸圣教，阿弥陀的陀是8万诸圣教，8万就是形容词，实际上是一切圣教，是佛陀所说的法，修行的道理，全部都在这个陀日里面。所以3日之中是记住的。阿弥陀把所有佛教里面的精华，它的精髓全部都包容其中了。所以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实际上所有的佛都念到了，所有的菩萨也都念到了，所有修行的方法都在其中了。所以我们毫无欠缺了。在我们念这几个日的时候，我们内心里面很踏实，很有安全感。这是佛亲口告诉我们众生，你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所有的功德都在里头了，全部都包含在其中。所以我们非常欢喜，佛用这种简单、方便、容易，透过他修持的功德力，化作6个日布施给一切十方众生。我们只要相信，愿意念的人，你就跟佛结上很深厚的因缘，那你功德无量了，无量的善根，无量的福德。这几个日太重要了，我们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